另外，中华又搁发生卖狗肉的事件，机关是就是讲，目前呢，全台湾是17个县市有来定动物保护的自治条例，也毋过中华到当时也无一个处罚的规范甲条文，所以要求县政府都要来制定动保条例。也那县政府是答应讲年底会提出草案。车后道拍开，袋仔内底底的那像是互人破病的狗肉。台湾最近集团出卖狗肉的事件，其中有3件买卖是发生伫中华，但是有机关指出，就算是当场掠到卖狗肉的现行犯，嘛是爱等采用送检，搁有行为人趁这段时间就出境，根本掠无人。这个狗肉拿到后，取样到验证，完全证明它是狗肉。需要大概8到10天的一个化验的动作，相关行政上的，不管是法律上的一些不足哦，会造成一些追捕上的一个困难。议员吴伟达指出，目前中华是用旧的谴责管理办法，并无制定法则，嘛无预防抬高的条文。伊伫议会质询的时，有要求县府爱赶紧制定动保自治条例，而且纳入移工雇主的管理责任。县府表示会伫年底提出草案送审。动保团体嘛讲，除了地方爱加强自治条例，其实中央法规的空棚嘛一大堆。他们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或者在大马路边就直接宰杀这个犬猫，一定就在室内。但你室内你要去取证，没有公权力或者没有一些搜索票，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取证成功。相关的立法可能在修改，只要你持有这个动物的土地的话，就是视同宰杀，把这个刑期跟罚则都一定要相对的提高。动保团体表示，目前动保法敢若规定，杀杀狗仔有刑事责任，卖狗肉是行政法，而且杀杀认定的条件严格，根本罚袂着人。动保团体呼吁中央机关爱守法，重新参详杀杀的认定标准，卖狗肉加重处罚，才会当真正约束违法的行为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